我何君堯啊，尋日好高興聽到咧，係中聯辦主任駱惠寧主任咧。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，我係鄧飛校長，歡迎大家收睇屈機焦點欄目嘅。各位朋友好耐冇見啦，因為我前一輪比較忙啦，第二集歡迎收睇新潮文，我係大眼。咁咧近日咧，歡迎收睇屈機小世界，我係 Dr. Raymond。特朗普政府咧近排，各位，我係華哥呂子華。今日咧我排嘅朋友咧就加入咗呢個大衛之友嘅群組噶啦。咁啊，希望 Hello， 我係 Bonnie 玻璃珠啊！今次屈機 TV 嘅玻璃珠行週末好啊嚇！咁啊呢排咧，將條片廣傳俾身邊嘅朋友，令到更加多人咧都好似大家一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imon 啊。咁啊，今日咧就嚟到東門呢一邊，同大家傾下偈，討論下呢個其他嘅議題。因為 Annie 咧就唔帶大家北上消費啦，帶大家留港消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Queen 女生，我在香港女生，但是我現在此時此刻正在珠海。大家好，我係師古井，歡迎嚟到今日嘅井仔點睇。我係陳宗義 Alan。最近南亞方面咧 ，Hey guys, it's Key Bros. Today we'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李志敬，今日係2025年6月6號，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嘅。大家好啊！好想財經 ABC 啊，錄音嘅時候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又嚟到我哋今晚我林宇星同埋我身邊呢一位資深區議員啊。